每一次煮西多士嘅時候，我就會諗起屋企呢個簡單嘅味道，承載住我哋幾多人嘅回憶。喺香港長大，食物一向都唔止係填飽肚咁簡單，佢係連接住屋企文化同成長嘅方法。而西多士就係我同屋企人其中一條最深刻嘅聯繫。香港嘅西多士其實源自於西方嘅法式多士，不過去到香港人嘅手中就變成咗有另外一種嘅風味，更加係香口，更加嘅甜，更加嘅亞洲口味，更加嘅港式，更加嘅地道。50、60年代開始，茶餐廳成為香港人最熟悉嘅地方，將中西文化混合，做出奶茶、菠蘿油、豬扒包等唔同嘅食物，當然唔少得仲有就係西多士。茶餐廳已經成為咗香港精神嘅一種縮影，反映咗實際、靈活、充滿住創意嘅港式料理。西多士傳到嚟香港嘅時候，香港人將法式多士改成厚麵包，中間加入花生醬、煉奶，再落入油中炸到金黃色，一啖一啖油香，成為咗幾代人都熟悉嘅味道。細個嘅時候，每逢星期六日朝早，婆婆就會喺廚房度整住西多士，我永遠都會記得嗰一陣油香味，嗰陣香甜嘅牛油味，一聞就知道係婆婆喺度煮緊西多士。大個咗，返咗嚟加拿大讀書，而家到我自己整飯，每一個動作都好似學返嚟咁，打雞蛋、浸麵包、落牛油，全部都係婆婆教我嘅方法。靠住記憶，我終於都做出咗嗰道西多士。而家先明白，佢教我嘅唔單單係一個食譜，而係一種照顧屋企人嘅方法，一種屬於香港人嘅味道傳承。一件熱辣辣嘅西多士，外脆外軟，甜度啱啱好，味道雖然簡單，但係背後有好深好深嘅根。無論去到邊度，呢個味道都依然會提醒我係一個香港人。細個嘅時候，婆婆教我，如果要睇油溫夠唔夠高，就將一隻筷子篤入去油入面。當隻筷子側邊起咗泡泡嘅時候，就代表油溫啱啱好。相信呢一個知識對於香港嘅小朋友嚟講一啲都唔陌生。還指引我無事物，用雪亮眼睛。只可惜地上沒有公平，隨着時光。對我嚟講，西多士唔只係一件小食，佢係屋企嘅味道、成長嘅味道、香港嘅味道。每一次再整都感覺好似自己又返返去香港，返返去細個嘅時候，返返去嗰個無憂無慮嘅早上，望住婆婆就喺廚房度煮住香味嘅西多士。夢想推翻封建制度，多麼偏激批判世人，卑躬屈膝不再惹死。幾多不妥協，為理想注滿激情，
一啖西多士，一啖回憶，一個人，一個地方，永遠嘅香港味道。